各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8月初5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也是真烧热，日时各地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咱做伙来看云图。过到嘉义以南，甲各地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公雨，有的所在可能会落大雨。气象署针对咱全台湾12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资讯，其中双北、台中、彰化、南投、嘉义市、台南、甲高雄拢是柑仔色的灯号，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情形。也若伫桃园、云林、嘉义县、甲屏东是黄色的灯号，提醒民众若是出门水都要加啉挂，避免着沙。伫即款热热的天气，若骑奥多摆的人，都爱伫日头骹咧等太阳顶。不过，真侪民众是拢热甲强要挡袂牢。伫台中，就有民众讲，台湾大道甲民权路的路口，太阳顶的时间都要到3分钟。有人咧问讲，敢会当减贵庙啊？目前市府是表示，这个问题要爱研究。骑车的人伫路口等红灯，淹过日头赤炎一直泡，实在是有够热。如果戴这真高的安全帽，淹过看一下太阳顶号志，一等将近3分钟。骑车的人讲，根本挡袂牢。每次骑到这边都要等很久，然后天气又那么热。这是台中市台湾大道甲民权公益路口，又是最路口交汇所在。交通号志属有都市上号志，不过台湾大道这车本来就真多啊，造成周边交汇的道路号志顶的秒数真长。像这台湾大道甲民权路口红灯秒数就162秒，不少骑车的人甲记录人拢希望讲红灯秒数用来缩短。市府交通局讲也会来研究。将持续观察长周期路口车流的特性、行人穿越需求、道路起的条件、干道连锁，评估缩短号志周期或调整红灯秒数可行性。市府讲，离峰的时段已经依据交通流量来调降秒数，不过也需要观察这个车流、号志联动甲道路的特性，评估调整秒数的可能性。气温继续升悬，根据卫福部统计，规个7月因为热伤害就医的有1789人次，明显比去年的887人次是加真多。很不喜欢那种被晒的感觉，对对对，会觉得太阳会咬皮肤吧。血液循环不好，脑部就会充血量不够就会晕倒。那比较严重的话呢，像热中暑的话，就可能会引起休克或者是甚至引起横纹肌溶解。会有生命危险。医师讲，高温除了对心血管造成危险，若是水啉无够，会造成身体脱水、肌肉损伤，甚至造成掉山、热伤害等等，进一步可能有性命危险。必须是除了避免在日头骹来活动，嘛要定定补充水分甲电解质，减少这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伫高雄高山3路迄块地啊，因为之前凯美风台来做大水。虽然话骑街是有安闸门，不过有一寡大台车若经过的时阵，水就跃入去骑街内底，后面总是头壳冒咧烧。因那里长是介入协调，希望大家会当互相体谅，赶紧完成灾后清理的工作。消防车经过淹水所在，水就亲像海泡影共款。高雄高山3路在开灭风台期间，大淹水深度上悬到现坎。虽然真济骑街有做防水门，毋过拄到消防车、清洁车真紧通过，积水就向两边骑街淹过，甚至一流一位骑街。那个消防车又重又大，对不对？水就这样撞过去。开过去的时候，这里的人都骂了。他们的车子开得太快了，就整个溢到那个房子里面。本来没有那么严重，结果被那个车子一开的话，整个都溢了很严重。包括我们九如路上也是这样，还有那个水闸门都把它撞坏了。有受灾户真生气，向当地里长怨叹，甚至传出有民众想要向消防队求偿，不过有人看法不同。开再慢还是会有浪冲进来的，对，我觉得这个是要谅解吧。受到灾害通报，不管好天雨天，消防车第一时间出动救灾，真侪人拢用体谅消防员救灾辛苦，里长也赶紧到三共协调。消防队有去甲解释人因的安尼当谅解消防队他们救灾的问题。本次台风鼓山区为重灾区，为抢救市民安全，消防人员及车辆都通过充满危险的路段频繁，难免多次行经积淹水路段。
车客饮水损失惨重，互受灾户无奈。暗过消防员出动共款是为协助救灾，甚至抢救性命，双方拢有不得已的苦衷，只有互相体谅，才能互冲突降到上低。记者综合报道。凯美风台离开咱台湾是已经超过1礼拜啊。不过，伫高滨溪出海口，也是有真侪水流茶塌伫咧屏东的盐埔渔港，影响船啊出入。林业署讲会暂时把这水流茶刷去别位放，后续嘛伫咧网站公告开放民众会当来扣的时间。港口内面拢是漂流木，交通船甲渔船风包围住的。凯比风台造成高屏溪出海口出现大量漂流木，伫咧出海口附近的屏东盐流渔港第一个受害，这几天互大量的漂流木塌掉的，几乎在飘的感觉。对，然后可能有在闪东西吧。坐船拢会使感觉船敢若伫闪物件，虽然漂流木无造成交通船无法度通行，但开船的时阵还是爱放慢速度，以免漂流木伤到船体，还是扑落皮啦。上百公斤的，如果在一个一定的速度的行驶下撞到，一定会伤到船体。那如果它比较属于比较沉一点的木头的话，它被车叶打到，会有所谓变形的一个疑虑。漂流木车衫累积到上济，怪手这几天继续赶工，将港口的漂流木扶起来，但因为数量伤济，恐惊爱到初五才有法度完全清了。林业保育署嘛提醒民众，唔通去现场乌白乱扣。前一次的自由捡拾公告已经在凯米台风发布路警之后失效，所以现在并非开放自由捡拾的一个时间。如果民众擅自前往捡拾漂流木，会有处罚之余。林业保育署表示，会优先清理有民生还是行水安全疑虑的漂流木，集中去临时的场所，再搁做记号甲标码作业。后续嘛会伫网站公告开放扣的时间。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屏东报道。伫4月初3，花莲大地震了后，花莲的地图即马有小可改变。内政部比对地震发生的前后，发现花莲的东管处沙为32.7公分，也若受风向地势是加较悬，加39.3公分。403花莲大地震了后，内政部国土测绘中心用卫星导航系统连续观测站资料检测显示，403地震了后，花莲受风站悬39.3公分，是全台湾上最。位移比较显著的呢，大概有138个点，这些点呢，大概都分布在花莲居多啦，宜兰的南边一直到花莲的北边。根据资料显示，甲403地震前一天来做比对，花莲东管处水平稍为32.7公分，若是甲109年公告7年相比，发现4年来花莲县甲中央山脉地区的点位变动也是真明显。其中花莲地区的地面上大水平稍为43.8公分。换一个角度来看，伫关顶更悬的部分，甲403地震前一天来比较，花莲受风站是加悬39.3公分，甲4年前来比较，花莲地区的地面是加悬49.1公分。内政部讲，403地震了后，是做基本控制点的检测，总共检测247点，其中138点指标，甲顶摆公告成果不同。地震的当时，它因为瞬间的错动，会可能造成地下的管线呐，或者是像花莲港的一些潮位线呐，或者是地质渔网，或者是一些海边的养殖业会有影响。我想其他对生活来讲都不太会有影响。专家讲，每一摆有强烈地震发生，开始出现地面沙位也是悬停、光悬的现象，呼吁爱注意地下管线是受错动的问题。国土测绘中心讲，每一摆有强烈地震发生，除了有卫星导航系统做测量，也有基本控制点来检测，确保测绘精准度。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回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在疫情的期间，因为需求量大，2-3年的期间是增加1000多间药房。即卖疫情营运的红利是豆豆消息，美医甲大型的连锁药房开始用较悬的薪水来请药师，加上每年有发布实施西药优良运销准则的这个政策，药师工会专利会讲，伊讲每年有袂少细间的药房可能都会收起来。过来看中国时报，疫情了后，有真侪台湾人出国去佚佗。根据观光署的统计，2023年咱国出国的民众有约1180万人次，旅游的总支出是超过7100多亿。也若来台湾佚佗的外国旅客是无甲650万人，消费的金额差不多要2700亿。那安尼算算的，去年旅游的逆差是差4400多亿，创下历史的新高。
咱来看自由时报。最近这几年，诈骗集团透过网络放真侪投资诈骗的广告，要来欺骗咱国的民众。刑事警察局为去年开始，甲 Meta 也有 Google 等网络的大公司来合作，建立把诈骗的广告为网络顶摕落来这个机制。今年4月份至6月份，警方通报 Meta 诈骗的广告就超过4万条，也若通报 Google 的有1400多条。继续来关心，有不少民众伫休困时会去看电影。不过，前立委高嘉瑜即期讲，车库5路伫咧广告内底讲，电影票会当买一张送一张，是啥不少民众下载因的 App 加入会员。结果，毋但是无送电影票，还佫直接就变作是会员啊！车库5路发声明表示，任何销售的服务伫咧消费者买进前，公司是拢有写甲真清楚，而且随时拢会当取消，绝对无隐瞒。甲你看电影是不少民众真爱休闲娱乐，不过民进党前立委高嘉瑜指控车库娱乐公司广告拍出电影票大票149块，而且买1送1，不过爱先加入买票会员 App， 结果入卡付费了后无收到送的票，反倒当被绑掉自动订看付费会员方案。借着买1送1电影票的名义挂羊头卖狗肉，送你这个需要月费的会员，然后让你不知不觉中当下还没有办法立刻取消这个会员哦。等到你忘记了，等到你没发现的时候，他就偷偷的在凌晨3点多，然后扣你的会员费。有受害者跳出来指控讲，看到高嘉瑜的面册写文章了后，家己检查才发现已经互扣钱几个月啊。登录 App 上去才发现说，原来我的6月、7月也都被扣款了。最让我不开心的是，我要去找取消订阅的这个按钮呢，花了我非常多的时间，因为它藏在非常深的地方。部分民众认为讲，确实有可能因为是电影票优惠广告吸引，也毋过加入会员进前也是详细看一下相关的规定，以免互骗去。也有人有这习惯，讲每个月拢会看这消费详细情形。会吸引，但不会被骗，因为会看一下它的规则。可能会觉得感觉不太好啊。然后自动续约，我知道有一些那个 App 是会这样子。车库娱乐有限公司是发布声明讲，对着任何销售服务，伫消费者买进前，公司拢有清楚写着消费者所买也佮送的品项内容，并且清楚说明使用方式，佮送的品项的免费试用说明、继续扣的说明、继续扣钱的金额，也佮随时取消，绝对无稳重。车库娱乐公司设立登记于台北市，本市消保官将于下周会同相关主管机关对车库娱乐公司进行调查，请该公司说明活动广告、月租方案相关内容，以及是否经消费者明确同意订阅。消保官有雷平啊，前不讲就已经接到车库娱乐消费申诉11件，其中反映甲这个案件相关有8件，会会同主管机关来进行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咱来关心黎巴嫩真主党顶礼拜空袭以色列的占领区戈兰高地，造成不少以色列的囡仔，也有青少年的伤亡。了后，以色列空袭黎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地区真主党最高军事指挥官死亡。即马中东的局势是变甲愈来愈紧张。美国甲英国初三发布撤侨的通知，呼吁因国家的民众都要赶紧离开黎巴嫩。机场大厅客满人，旅客穿着一家火龟口罩，等待候补班机离开黎巴嫩。黎巴嫩真主党伫7月下旬空袭以色列占领区戈兰高地，造成以色列真济儿童甲青少年死伤。以色列就转下报复，在当地31日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造成真主党上悬的军事指挥官死亡。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政治领袖哈尼亚嘛伫31日受到暗杀死亡，互中东的紧张局势升温真紧。في خوف اكيد كل العالم في كثير ناس بتخاف ببطل في اكل وببطل في كهرباء وببطل في مي في انزعاج اكيد。真主党伫当地初三暗时向伫黎巴嫩领空飞行的以色列战机发射一粒地对空飞弹，逼以色列战机飞到转去了后，测试分点伊阁向两国的边境发射数十粒火箭攻击，也阁全部拢互以色列铁穹防空系统拍落来。对于双方扩大纷争，美国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大使馆伫当地初三用社群平台 X 发文，向伫黎巴嫩的美国公民发出警告，要求公民赶紧坐飞机离开黎巴嫩。另英国外交联邦发展办公室嘛用 X 平台发布撤侨声明，表示当咧部署边境部队甲军事人员到中东，到3间英国大使馆的职员进行撤离。
في حال صارت برجع بقول لك ما قادرين نعمل شيء بس نتمنى ما يصير لانه هالمره كارثه. هالمره كارثه من الكوارث، بلد تعبان، بلد مأفلس。除了美国、英国，瑞典外交部嘛呼吁公民撤离，决定暂时关闭自贝鲁特的大使馆，撤回外交人员。不过，这个临时措施会实施1个月，到时阵再看黎巴嫩的状况，决定是不是爱延长。而约旦嘛呼吁撤侨，敦促公民暂时莫去黎巴嫩。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约。来关心非洲的国家索马利亚的首都，在当地车衫有歹徒在在地真出名的离岛海沙堡的边仔发动炸弹的攻击。那其他5个嫌犯是随去海沙堡对人阵乌白开枪，虽然所有的枪手当场就去予警方打死，不过也是造成至少37个人死亡，212个人受伤。目前伊斯兰主义组织青年党是已经承认因犯案。事发现场清楚爆炸烟雾，民众逃离海堡。非洲国家索马利亚首都莫加迪修，车衫伫利多海堡发生炸弹攻击，一名自杀炸弹客伫海堡边仔引爆炸弹，了后其他嫌犯进入海堡向人群开枪。soo dhibka uu soo gaaray saanta meesha uu maray xeebta soo galno waxa uu soconay dhinaca dhibka dhici doono xaggiisa uu sii soconay xaggiisa uu soo ilaa markii holicii iyo wixii dhanaan ay hormaaday。利多海堡是当地闹热的地区，周末会有包括商务人士甲官员民众真侪人自己伫车享受假日。也毋过嘛，因为安尼定定车做武装组织攻击的地点，虽然警方真紧赶到现场，但是所有亲手，也毋过有关有40个人死伤。dadka qaar naxdin la wada daatay, qaar maaragta shoogay, qaar dhaawac ah dad dhintay inta waa isugu jireen. Marka lama koobi karin maadaama xabad meesha ka dhacaysay, ilaaladii meesha joogtay xabad ridaysay. way suurtagal weyse marka wixii dhaqaaqi karay socon karay ee dhaawac ah unbaa noo suurtagashay inaa meesha ilaa iyo 3 qof。事件发生了后，当局紧急甲伤患送病医急救，有11个人因为伤甲伤过严重，互转移去其他医疗机构救治。当地媒体嘛呼吁民众关怀救人，而伊斯兰主义组织青年党了后嘛透过相关的网站发文承认犯案，这嘛是过去几个月以来当地史上上严重的攻击行动之一。公司新闻台是唐平约。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顶个月，孟加拉的学生团体因为反对公务人员的课配额会保留予特定的人这个制度来发动抗议，了后是引发全国性的动乱。内政部宣布无限期实施全国的宵禁。孟加拉的警方昨昏发射催泪假斯，还有投闪光手榴弹来驱离几万个要求总理哈希纳落台示威的民众。根据当地媒体报道，目前已经至少造成49个人死亡。根据北韩国防媒体中央通讯社的报道，最近这几天，西北部是落大水雨，地区4000多间真家厝做大水，差不多5000个居民掉伫内底。那外国媒体报道，死亡甲失踪的人数有可能超过1500个人。那罗西亚总统普丁是有向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表示讲，伊愿意协助灾后的重建。来关心今年是菲律宾甲德国建交70周年，2个国防部长今仔日伫咧马尼拉见面，同意深化防卫关系，嘛强调讲反对任何透过武力或者是威胁的方式，各方面伫咧南海进行扩张的企图。咱继续欢喜。巴黎奥运联合采访团采访报道。继续，咱要来关心，咱台湾即马已经进入高龄化的社会，加上少子化的问题，家庭的人口数减少，连带造成照顾者的压力。这嘛，地区侪伙人受到虐待的事件不时地发生。根据卫福部的统计，最近这5年老人保护通报的数量是增加要3成，而且施暴的大部分是囝儿逝世、新妇等直系亲人为主。比例有甲4成，而且拢是以精神暴力占上侪。台湾今年马年将会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一个少子化相重影响，照顾者压力真大，造成许多人受虐待案件愈来愈增加。根据卫福部统计，许多人被虐待案件自2019年17000件，一年比一年增加，到去年已经到22000件，等于是5年来增加要到3成。
而且大部分拢是互家己的囡仔施加补贴。所有跟老人工作或者是跟老人接触的一般民众或者是相关的服务人员，如果都能够有这样的敏感度，我想及早的通报、及早的介入，可能可以降低这样子不幸事件的发生。伫通报案件内面分析，施大人被施暴的类型有4成是精神暴力，肢体暴力占3成3，其他就是群众骚扰抑个放杀违纪。专家讲，施大人被虐待案件增加有3大关键原因，包括小家庭占多数，照顾者的压力正大，抑有一寡厝内见笑代唔敢互人知，社工较歹发现。上面就是世代观念的无同，容易引发冲突，也容易发生施大人被虐待。照顾者要有自我觉察的这种意识哈，然后但是呢，长辈也要开始有个观念，就是怎么样开始对照顾者说谢谢，然后要更温柔的去对待照顾者，然后让这样的一个自保的观念也开始在我们的社会开始发展起来。家长呼吁照顾的人，伫咧开始照顾进前，就要先做好心理准备。万一若发现压力伤过大，就要赶紧向外口要求援助，小可休喘咧。才能互照顾者甲被照顾者双方的关系袂遐尼紧张。记者综合报道。若是身体咧无爽快，去互医生看是真正常的代志。毋过，伫咧一年内，若是去互医生看超过90届，这就叫做高诊厝。目前咱全台湾高诊厝的人数，去年的统计是超过37000人，这嘛是这几年来上侪。健保署讲，后半年会加强家庭医疗的服务。希望会当减少高诊厝的人数。破病看医生是一种生活当中理所当然的代志。啊，不过若一年看医生超过90摆，就会被定义是高诊厝。去年一个中年的女性看医生的次数达到859摆，是全台第一。看医生主要原因是偏头痛这症状，亲像安尼患者伫疫后佫大大增加。健保署继续启动辅导计划。他们之所以就医频繁，也一定有他们的就医原因啦。那重点就是把他已经找出来，然后跟病人一起合作，然后看看可以用怎样的一个就医的方式来减轻这个病人的痛苦。健保署指出，这几年平均每年高诊厝人数是3.5万人，不过去年超过3.7万人，创近年新高。医改会指出，关怀政策已经实施10多年，高诊厝人数依然在增加，这是一个信号。健保署应该甲国健署合作，针对高诊厝样态分析，到底是疫情延前就医，还是完全是咧洗病医，甚至是因为身心状况缺少整合医疗所造成的。健保署跟国健署应该要跨司署的来合作，是针对高诊次的就医状况，其实也可以缩短它的示警以及关怀介入的时间，不应该等到1年后再完整启动，这样子我们相信应该也有效，可以减少这样高诊次就医的一个情况。医改会建议在医疗公行这方面，包含整合性门诊、家庭医师制度甲社区医疗计划，拢该更加强化。健保署是表示，今年措施实行以来成效真明显，尤其下半年开始，将大家医计划推展到地区病院，以人为本做整合，有希望搁降低高诊厝。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主计总处公布今年顶半年6都的失业率，其中台北市15岁至24岁少年人失业率是15.3%，是摆6都上悬的。有部分的人认为讲要找到符合心中期待的头路，确实是有困难。主计总处公布今年顶半年6都各年龄层的失业率，台北市15到24岁青年失业率是15.3%，三遍排伫咧6都上悬。民众认为要找到符合家己期待的工作，确实有淡薄困难。很难找工作生存，是因为房价真的很高吧？对啊，想要买房也买不起，然后租房也就是开销成本很大。你都那么努力的到台北了，你应该会有一点期望。有些都会区的这种工作机会比较多，可能整个产业结构是比较偏重在这种内需型的服务产业，青年人比较不愿意去就比较低薪的这些服务性的一个产业，这个工作环境比较辛苦。林组专家讲，都会区产业结构也影响就业的情形。议员是积极，台北市长蒋万安伫咧3个求职者交通补助，比如共享运具拍一个优惠款，或者是800基督交通月票来吸引少年人接受职业训练。
淹过自3月到6月底，只敢有637个人申请，比原本所设定的5000人目标少真多，这评率也只敢12.74%。青年10月里，这是跨局处要共同努力。对于寻职青年共享运具的补助，我们会加大力量的宣传，扩大补助的对象范围，然后从原本的补助1个月拉长到2个月。台北市劳动局是回应讲，求职者交通补助拄则实施，民众正伫咧了解阶段，下半年应该能接到补助计划升级了，让大家更加知影了解。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要来看新竹市庆雅溪布花，平常时啊，才是民众散步甲钓鱼仔的好所在。即马为着要互环境变甲较舒适咧，当地里长找专门做泰鲁艺术的老师，带大家做伙为社区装下一个水、阁有特色的布花。甲泰鲁卡做适合的大细，经过老师指导，一块一块豆豆啊搭去布花顶悬。经过合作，真无简单，才完成马赛克斗图。虽然外口日头足炎，不过大家拢感觉真新鲜。看到大家拢足欢喜咧，大家就感觉真好爽。大家足好个啊，大家对遮咱的环境嘛真好啊，吼，咱遮大家后边大家倒来拢有他回应一下，回忆说以前我们都有做这个。爱有着欢喜的心来打这快乐艺术创作，大家欢欢喜喜，那一起来做。新竹市溪雅溪平常时是民众散步的好所在，当地里长想要营造更加好的环境，特别招附近里民参国小共同参与，做伙来替社区打造美丽运动环境。进前啊，就是看起来乌乌、垃圾，啊，毋过马赛克拼贴打起来了，大家囡仔拢感觉足有感觉，而且遮内底图案的元素拢是阮学校的上课的元素，嘛是阮在地。爸爸妈妈带着囡仔做伙来体验啊，因来遮的时阵吼，对咱在地有搁较侪认同，来遮散步，也是讲后盖带因囡仔来讲啊，这青蛙是阿公阿嬷带，啊这厝是爸爸妈妈带，啊迄清朝的大石头是我做的安尼，其实这对咱遮社区营造是有足大的迄个反响安尼。现场完成的作品有马叶、白灵丝，阁有古水的水鸡。李明讲透过活动，唔但增加大家的感情，而且也帮家己大的社区尽一份心力。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咱人7月份普渡就要到啊，伫中华有一间做传统古仔顶的老店，这个月因是接到真侪普渡顶的订单，除了要替好兄弟来笑路，嘛有传达平安的意思。师傅斟酌画古仔顶，详细看顶面的字，写的是庆赞中原。旧历7月是民间信仰的普渡月，昨年台湾有挂普渡顶的习俗，一来有替好兄弟笑路的意思，二来嘛有保庇家己平安的用意。中华这间传统的古仔顶老店，都有侪普渡顶的订单，而且写的字嘛无啥共款。多数是咱了这庆赞中原好参像较济啦。如果佛教说的是教孝月啦，那一般是讲都几啊月啦，几啊月就是几分嘛，所以讲嘛足济人写叫做普云顶啦。普渡顶伫民间也有侪种的讲法，有叫做普渡公顶、老大公顶、路顶。中华社头就有一户人家，当年旧历7月拢会按照民间习俗点普渡顶，目前已经传到第5代咯。较早吼，伫我囡仔时阵，还佫有家家户户7月时拢共款，嘛会像安尼吊路顶出来。但是因为时代演变，因为有的人会算老岁已经老啊，嘛无迄个时间他来用这啊，所以慢慢啊，剩阮兜有这个传统。要互伊长期，要互伊继续延续落去。台湾的民间信仰讲7月初1的时阵，地甲门拍开，咱遮高分野鬼出来人世间有诶庙，可能就会采丁哥，第5可能就是阮即个砖头采即个普渡公顶。普渡公顶即个观念，足侪无共款的讲法。一种观念是讲，伊是拜着即个普渡公。民俗专家表示，台湾民间对旧历7月由来祭拜风俗，拢有无共的讲法甲做法，但拢是普施的观念。为普渡月习俗，也当看出台湾人对天地鬼神的敬重。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继续来看巴黎奥运台湾馆，从7月27开幕以来，都办真侪最有台湾味的表演。其中，咱台湾的看梦歌，即届嘛去甲国际舞台。洪中鼎看梦歌团的团长讲，伊推广看梦歌已经真侪年啊，即摆总算会当去甲国际，互大家了解咱台湾独有的文化，实在是感觉真感动。台湾双重仪式当中的看梦歌阵登上巴黎文化奥运的国际舞台，担任法术角色的林宗焕和老婆小段红姨为伫乡镇县口为演出。林宗焕伫2016年创立洪中鼎看梦歌团，要保存看梦歌的传统文化甲代志。伊讲，即届拼出海，互世界通看到台湾特有的文化，伊真感动。这几年伫台湾伫拍拼做这个看梦歌的推广吼。啊嘛有影，真感动，真正拼出海啊！吼，啊拍拼遮侪年，啊出海来到咱法国，吼，感觉真欢喜。啊，互咱世界各国的观众，吼，大家当了解咱台湾这个真特别的双重的这个仪式。这届林宗焕嘛有请戏剧之神电导员水准回来巴黎，保庇规个演出顺顺利利，也佮有传香火给予观众。另外，这届伫戏剧新编的部分，有大家团队合作演出歌戏，5天来已经完成8场表演。总导演王兆谦表示，无论是静态的台湾庙口元素，还是动态的表演，拢是希望和国际分享，这都是台湾。就是讲原底可能你交台湾有关系，你听到这你好像回到家一样啦。啊，你有一些对台湾不熟悉，一听到这些啊，这都是台湾。啊，其实很简单，就是想分享我们所拥有的精彩的，跟这里的观众朋友一起交流。这届歌戏戏剧新编当中4出戏，透过演出，互国际看到台湾的民主价值、性别平权和多元族群。歌戏的部分已经伫8月初2完完结束，国内布袋戏嘛要上场，要甲台湾土地艺术展现给全世界。记者卢尚如、谢桂林台北报道。今仔日天气啥款？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卖。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6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5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4度。咱来看外岛地区，27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早起新闻，我是丹尼，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